當你面對不公義同背叛，心裏面係咪充滿憤怒同報復嘅念頭？嗰種被傷害嘅感覺，往往令我哋難以平靜，甚至渴望親手去討回公道。但呢條路真係會帶嚟平安嗎？聖經教導我哋，將申冤嘅權柄交俾上帝，我哋嘅心先可以真正得到釋放。猶如大衛王面對掃羅，佢選擇咗將一切交託主，因為佢明白上帝嘅公義遠超人類嘅報復。這份信靠能帶來真正嘅自由，正如撒母耳記上26章11節所言，我斷不肯伸手害耶和華的受膏者。大衛嘅榜樣提醒我哋，選擇寬恕並唔係懦弱，而係一份非凡嘅力量同智慧。放手吧，將所有傷痛交俾上帝，你會發現真正嘅平安同永恆嘅愛一直都在等緊你。